这个开个腰，长龙叫腰。这样空间。老板知道你们这帮子羊了，这个还被着急啊！这么人能做了，我说哪次的嘛？哎呀，多啊！哪次上班啊？被叫摸真多啊！那个才是路了。我给等嘛，走。มันไม่ตึงมาก 就是我生的多，快点，我要干嘛的？